也这平安咱，请咱做伙来祈祷，俺请宋牧师来带咱做服侍祈祷。用麦克风。真吗？好，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每一个礼拜你所定的这个主日，阮会当搁一届主持伫上帝你的面前，甲兄弟姐妹倒位来敬拜你。主啊，阮的心恳求主，你的信心充满伫阮的心，互阮搁一届谦卑伫上帝你的面前讲，主，阮需要你甲阮同在，因为阮知影你呼召阮会当诚做服侍同工，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你，这是上帝你极大的恩典。恳求主你引带阮，你的信心开拓阮的心，也互阮的耳孔听见你的话。阮的心就欢喜快乐，搁一届来grund底你的脚步。愿主你的信心充满伫上帝你所设立的圣殿，伫圣殿内面，阮搁一届降服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主互阮的性命，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上帝你的面前得到的接纳。愿主耶稣你的同在，互阮会当搁一届将荣光归互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兄弟大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做伙组织来敬拜咱的上帝。感谢主，伊创造世间的万物，互咱会当伫主的恩典疼痛内面咱做伙来吟万物充满主的恩典。
奉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圣殿的主的内面，无论你创造大观念，一枝草一点露，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父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想思愿我命的奉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以圣殿的主的内面，无论你创造大观念。哈利路亚，咱一生一世拢要踮伫主的疼痛内面。接煞，咱来欢喜唱歌。伫每一早起，咱的教会的群组足热热，拢有足侪人传足侪信息，互相来鼓励伫每早起时，拢咧学习上帝。伫清早时。感谢主的听痛入我心内，温暖我暖了心志，予我勇行。我要学乐，我要感谢，真心真意，福塞无煞。欢喜唱歌，学乐无煞。每一早起，圣神拢提醒咱，得尽咱做工。主的圣神要充满咱，要互咱有气力，互咱来服侍伊。只是咱用祈祷心，佮做伙来唱，欢喜唱歌，学乐无煞，感谢主。你清早时，我要学乐，主的救恩入我心内，提起我。要感谢主的听痛入我心内，温暖我暖了心志，予我勇行。我要学乐，我要感谢，真心真意，福塞无煞。我
帝是咱上大的瓦靠，上帝是咱上大的帮站。咱掠着上帝，上帝要成做咱的帮站，上帝要引带咱，伊要甲咱同行。清芳的花蕊，青翠的查某，啥人情做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有时拢免烦恼。做做的落苦，日出搁日落。啥是满足，啥是安歇，总是伊听咱，为咱有陪伴，伊是咱上大的帮助。耶和华是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路途伊是好，愿意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倚靠，清芳的花。青翠的草坡，啥人种做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有时拢免烦恼。做做的落苦，日出搁日落，啥是满足，啥是安歇。总是伊听咱，为咱有陪伴，伊是咱上大的帮助。耶和华是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路途伊是好，愿意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倚靠，耶和华是咱的倚靠。我是咱的倚靠，咱的倚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路途伊是好。咱上大的倚靠，掠着上帝，因为伊是咱上大的倚靠。阿们。这时请咱准备心来敬拜。
耶和华，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的产业三角荣光。这是咱做来吟诗学罗咱的上帝。圣诗71首，我心学罗至关上帝。圣诗71首，请起立吟全首。
只是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还是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4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落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是咱搁来念圣诗，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坐来念全首。
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尊至权，阮阿爸天父，阮深深感谢你。曾牧师甲陈牧师打伫韩国参访，陈牧师以及咱的姊妹教会，求你保守曾牧师因的参访路站拢平安，嘛求你纪念阮两间教会的情谊。想使阮两间教会会当互相相听，伫主的内面得到更较丰盛的灵命。这个时阵，阮有真侪青年要迈向人生的后一个阶段，毋管是做兵退伍，还是大学毕业要正式就业的，还是高中职要毕业开始读大学的。求你互因体验无同阶段的丰富的同时，嘛爱时刻警醒，培养勇敢负责的态度，凡事保持好奇。更较重要的是坚固因的信仰，将你的话做骹前的灯，路上的光，无因为花花世界的引诱来摇带。坚持真理的同时，嘛充满疼心。互世人拢看见因身上有基督徒的记号。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感谢上帝，互宋牧师来阮的中间正道，甲阮分享你的信息。阮嘛恳求你临到，互阮领受你属灵的言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赞美，咱请献歌队。我
只是咱三个来经守上帝的话，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士师记第6章第1节。以色列人搁行耶和华所看做歹的事，耶和华就交因伫米甸的手掠过7年。米甸的手压制以色列人，米甸人、阿玛力人、甲东方的人拢上来攻击伊，扎营伫因的对面，拍歹遐所在的土产，到加萨无留食物，互以色列人羊、甲牛、甲驴也无，因为因带精生甲布白上来。亲像草马遐济来，人甲骆驼算袂了。因入即个地方要拍歹伊。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困苦到极，以色列人就求救耶和华。第7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求救耶和华的时，耶和华就差先知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捌带恁对埃及上来，对做奴才的家出来，我也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也脱离一切压制恁的人的手，对恁的面前赶因出，用因的地互恁。我也对恁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徛去阿摩利人的地，毋通行因的上帝，总是恁毋听我的话。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俄弗拉，坐伫阿比以谢族的人约阿斯的双手骹，约阿斯的囝基甸伫酒窟遐咧拍卖。毋爱互米甸人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大气力的勇士啊，耶和华甲恁伫地。基甸对伊讲：我的主啊，若耶和华甲阮伫地，阮怎样拄着这一切的事啊？阮的列祖甲阮所甲阮讲耶和华遐个奇事伫倒落啊？因讲，伊减无带阮对埃及上来嘛？当耶和华放杀阮，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耶和华看基甸，甲伊讲：着用你即个力气来救以色列出米甸人的手，我减无找你吗？基甸甲伊讲：主啊，我要用啥物救以色列？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送乡的，伫我老爸的家，我是第一世的。耶和华对伊讲：我要甲你伫地，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一样。以上，正道题目是。我差遣你，我甲你同在，请宋牧师。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当各界做伙组织伫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我要讲道之前，我想简单来分享即马玉山城下伊的状况，就是可能大家拢知影讲4月3号迄天大地动了后，即个下伊的真侪建筑物拢受到真大的损害。总会嘛有派即个建筑师去鉴定啊，就讲这可能爱开足侪钱啊，特别是上危险的是，即个学院的迄个边仔的迄个防土墙可能较早起的时阵，就是无挖迄个坑
就是爱有雨水流出来迄个空啊吼，啊就是无，所以地冻了后，就开始落大雨，所以这是即马可能感觉较危险的所在。因为下伊本地就是有即个翻烧吼，所以下伊本地就有即个需要搁较济的教会还是遐济为着因的经济来奉献。但是我想，学院主要是愿望大家搁较济祈祷，吼，特别是即个地动了后所有的进修。我想咱伫信仰的内面搁较济是为着因关心来带导。当然咱会当为着因来奉献，安尼嘛是真好。至少会当帮助因伫即个经济顶面的即个压力。即个玉山神学院主要是培养较早吼，开始进前主要是培养即个原住民的传道牧师。虽然我是布农族吼，但是我无读迄个育成啊吼，我是读男性。总是即个对真侪原住民来讲，伫遐装备要食做牧师吼，我爸爸嘛是伫遐毕业吼，然后受派。我想迄是上帝一个真无共款的呼召，所以咱知影咱长老教会有3间真重要的即个神学院，特别玉山神学院较早是为着原住民来准备，但是即马渐渐有侪嘛是咱的非原住民的即个咱的信徒会当去读。所以即马学校有无共款的即个族群吼，嘛是互咱搁较深的互相来认捌。所以请大家继续为着咱的学院来祈祷吼，就是恁的手头若是有即个学院的周报，咱会当看，特别是学院有真重要的即个师资培育计划吼。当然送一个学生去读册，这真重要吼，但是爱搁较济为着因来祈祷。拄则讲到就是即个山坡地水土保持的种树计划吼，就是学院要对即个方面来开始去发展。搁有即个要推展母语啊吼。其实即马足侪原住民的即个新学生是袂晓讲家己的母语的吼，反倒是台语讲较好啊吼，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代志吼。就是当然我想这是几个即个社会变化吼，包括咱伫教会要鼓励咱的青少年讲台语，嘛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特别伫原住民的即个语言的顶面是搁较重要吼，因为即个无语言，互咱的就是思想，咱所有一切咧思考，就甲咱的文，就是会毋知家己是啥物人啊吼，所以其实讲台语，还是讲原住民爱讲家己的母语，这拢真重要。所以学院嘛是咧往这个方向来跑走吼，所以请大家继续为着咱的玉山神学院来祈祷，求上帝引带，求上帝帮助。因为阮相信上帝设立玉山神学院伫迄个所在，真正爱诚侪侪原住民，甚至是咱其他的，咱讲别地教会的兄弟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引带，互阮搁一届奉你的名组织，伫早时就是主你告我的早时，阮欢喜伫你的面前，讲主啊，恳求你，互阮的心搁一届伫你的面前得到满足。主要因为阮知一礼拜的无用，互阮的心情拢真欠缺。阮甚至是感觉家己真软弱，总是阮会当搁一届自己伫上帝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诚做阮的灵命的米粮，互阮会当食，搁会当饱，互阮搁有剩会当分享，互阮边仔的人。恳求主你的信心伫阮的心中。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来听你的话，互阮伫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搁一届看见上帝，你是一个欢喜，搁一届喜乐稳定伫阮的性命内面的上帝，你无弃煞阮，因为你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感谢主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今仔日看即段经文是伫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其实这就是基甸受上帝呼召的开始。几个士师记的有3章在讲到基甸，所以这是一开始的部分。
讲到基甸，我想咱特别是你是伫主流学大汉的囡仔吼，讲到基甸的时阵，咱第一个想法就是伊是一个大有气力的勇士啊吼。为虾米咱伫主流要安怎讲？要安尼讲吼？因为这个大有气力的勇士是虾米人咧呼召？上帝。上帝呼召伊的时，伊就诚做一个大气力的勇士，然后因带以色列人去打败米甸人。总是咱对今仔日经文的中间，咱若是对第六章的第1节读到40节，咱就会发现讲，其实基甸毋是遮尔的勇敢，甚至是伊无啥物信心嘛吼，伊无啥物信心，因为伫几个故事的内面，咱看去基甸吼，伊3摆向上帝祈祷求印证，就是你真正是呼召我吗？吼。真正是安尼吗？吼，我讲有迄款的气力会当做即个代志。简单先来讲吼，士师记即个士师咧吼，伫原文的中间就是陪审团吼，伊咧坐咧迄个法庭的内面，意思就是审判。搁较简单的解释就是审判。但是毋是遮个士师去审判，是上帝来审判。所以咱知影讲士师记，伊是记录即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一直到扫罗作王这段时间，这就是士师的时间。所以伫士师记的内面，咱看到一个真危险的代志。吼，啥物危险？吼，即摆度甲咱讲一个代志，就是士师记是一个重复的循环。啥物重复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一开始入去迦南地的时阵，看起来真好，啥物拢真好。结果咧，上帝讲啥物？你乃将遮个内面的所有的遮个子民拢甲因赶走，吼，甲因赶走。赶走了后，吼，为虾米要赶走？因为安尼就是袂甲因吼南做伙，会去敬拜因的上帝。总是以色列人吼对第1章的第1节到18节的时阵，看起来真厉害。啥物人将遐个人赶走？结果对19节开始的吼，伊无法度，伊嘛无法度，这个人嘛无法度，所以因就无将带伫迦南地所有的遮个百姓来赶走。所以以色列人就互家己陷落伫这个最坑的内面。吼，所以咱看这个亲像漩涡即款的循环的方式，就是。以色列人得到平安了后，就得罪上帝。怎样得罪上帝？因去敬拜迦南地的神明，然后上帝兴起因边仔的子民，吼，遐个民族来去攻击因。伫旧约咱会当看见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就是当上帝爱互伊的子民，爱互迄个百姓过一届活头吼悔改的时阵。上帝使用因边仔遐个民族来攻击因，然后因就安怎求上帝，因就过一届求上帝。所以咱今仔日看到基甸的时阵，吼，伊毋是第1个士师，吼，伊是第4个士师，所以表示以色列人进前就安尼，然后到遮一开始讲啥物？因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吼，第1节安尼讲，所以因搁开始啊，吼。得到平安，然后得罪去拜拜的神明，得罪上帝，然后受到边仔的这个民族来欺负、来攻击，然后因就求上帝。求上帝的时阵，无一定真正是悔改，可能就是走投无路啦。吼，有当时咱伫这个生活中间，我真正走投无路，无试看卖，好，最近有一个教会要洗礼一个慕道友吼，我就问讲为虾米你要来信耶稣？伊讲着一项，伊讲早前伊互人，伊对彰化市互人带到离林要去大城，遐有一间公庙，吼，伊伫遐吼带伊去遐拜拜，然后愈拜愈凄惨，吼，愈拜愈凄惨。迄个凄惨毋是讲伊的事业拢无好，是伊真正是互邪神来搅了。所以有一摆吼，伊真正是无法度吼，暗时拢无法度困。伊有一个牧师吼的朋友，伊就敲电话互咧牧师朋友讲，我吼毋知是要安怎吼，人讲即个印堂发黑，伊讲伊的目睭吼，即个拢是乌色的吼，拢无精神。伊讲伊毋知要安怎办吼，去拜迄个神，
伊嘛无想着讲，可能是因为拜迄个神才得着安尼吼。咱嘛毋知为虾米吼，总是这是一个机会。所以这个牧师就讲，啊无你互上帝一届机会好无？你互上帝一届机会，试看觅吼，试看觅。所以迄个暗时，这个牧师就为着这个无道友祈祷。伊讲，迄个暗时，伊真正是困了真好，无醒起来。所以2019年的时阵，伊就开始来到教会来认捌这个上帝。所以对伊来讲，这是一个机会，伊试看觅，总是等于经历着上帝这个生涯的时阵，伊还未了解啥物叫做悔改，伊还无法度了解。所以即马在上课的时阵，伊开始知影罪甲悔改这个代志。所以咱一开始经历着上帝的时阵，咱无一定了解啥物叫做悔改。有当时就是一个走投无路，所以咱来找另外一个比我较早敬拜上帝、敬拜生命搁较大的迄个上帝。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当以色列人求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安怎？派一个士师，加做因的拯救，拯救因离开对敌的攻击，然后因搁一届得到平安。所以咱若是看头前这个底波拉的故事，知影讲以色列人太平40冬，很平安的过了40年。结果呢，搁开始犯罪，得罪上帝，搁开始犯罪，得罪上帝。这款的循环为虾米感觉真恐怖呢？吼，拄则讲到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这个循环呢，亲像是没药可医啊！吼，咱看这个堕落式的循环，咱就会看到讲，对约书亚开始，第一个士师，厄陀涅，然后以弗、底波拉、基甸，安尼落来是愈来愈败坏。因伫这个循环的中间。毋是每一届拄着上帝的时阵，因就悔改愈来愈好，毋是因是愈来愈败坏。一开始是爱拍外面的对敌，然后败坏到一个程度是内战，兄弟相战，兄弟就相战。所以这款的罪是互因无法度自拔，总是上帝有缘，咱看过的士师记看到的是上帝有缘。听到因的祈祷，听到因的求救，上帝阁派士师来拯救因。咱会当想一下其实咱的性命时常是安尼啊咱知影这是得罪上帝的，所以咱可能做的时阵，上帝信心甲咱提醒，咱就拒绝。一段时间了后，是无小心还是超故意？咱会当想看觅是无小心还是超故意？阁一届犯罪得罪上帝。然后上帝怜悯，可能你读圣经的时阵，可能礼拜的时阵，还是团契聚会的时阵，还是你听到一个讲道的时阵，信心搁一届提醒咱悔改，转去到上帝面前，咱得到上帝怜悯，遮尔大，总是咱有缘软者，可能搁一届安尼。但是当咱信耶稣了后，这是上帝予咱一个上大、上宝贵的礼物，咱无法度靠家己。咱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伫士师记的内面，因会安尼循环的堕落甚至是迄款螺旋式的，因为人想要照家己的意思来生活。伫士师记21章，就是上尾一章，无放伫顶悬，不要紧。讲啥物呢？讲到以色列人安怎？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因的生活就是照家己的意思来行，21章的25节，伊讲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家己看做对的去做。以色列人无王，大家拢看家己看做对的去做。所以为什么因伫这个过程中间呢，一直犯罪？因为因感觉家己做是上重要、是对的、是好的。因心中无上帝，因的心中无上帝，所以咱会当看见，当以色列人伫这个过程中间犯罪，因求上帝，上帝就差派一个先知。头前第1章到第5章的时阵，
咱看见当遐个以色列人呼叫上帝的时阵，上帝是真紧着找派、找遣一个士师去拯救因。总是今仔日咱看基甸的时阵，上帝一开始先派一个先知，互以色列人知影恁得罪上帝，因为恁的罪，互恁得到即款的压迫，得到缅甸人甲恁攻击。咱会当想一下吼，咱台湾是一个真咱讲即马算是一个真平安的一个国家，和平的国家吼。虽然当然咱知影即个可能有危险，总是伫即个平安的过程的中间吼，咱嘛是逐工照起工来生活，毋免真侪烦恼。总是圣经的描写是啥物？描写是讲，当因开始要修神的时阵，遐个缅甸人、阿玛利人，甲遐东边的部族，拢来甲因攻击，然后拆毁所有的农作物，个无留留迄个牛，还是羊，还是驴，互要留互以色列人来食。吼，咱知影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代志。总是为虾米安尼呢？吼，咱看《士师记》的时阵，咱嘛爱做伙看《申命记》。《申命记》讲到上帝应允，吼，上帝伫《申命记》吼，就是摩西要将即个以色列人带入去埃及，带入去即个迦南地进前，吼，就是要交棒给约书亚之前，吼，伊讲上帝的诫命，讲啥物？上帝带恁入去，恁要占领的地。吼，对恁的面前，将7个比恁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吼，然后讲，当恁入去的时阵，恁就爱甲伊安怎消灭，袂使甲因立约，袂使甲因通婚。吼，为虾米？因为因会互恁的囝儿我走无敬拜上主，去服侍别的神明。所以咱看到士师记就是安尼。因无将遐个人赶走的时阵，因就开始甲因共款。吼，为虾米上帝要安怎讲？因为一个上重要是，因为恁是归属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因亲像是袂记哩上帝怎样因带因出来。吼，甚至是圣经吼士师记第2章嘛是安尼讲，遐个入去迦南地的百姓。袂记哩上主怎样引带因的祖先离开埃及，因袂记哩即个上帝。咱若是看以赛亚书、看历代志，拢看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上帝不断透过先知，透过伊所拣选的人，爱互以色列百姓认捌上帝，爱互以色列百姓莫袂记哩上帝。当咱袂记哩上帝的时阵，咱就照家己看做对的来去行，来生活。因为安尼，咱可能就搁一摆陷落伫即个罪坑的内面，搁一摆得罪上帝。上帝若是疼咱，上帝兴起边仔的代志，也是人，互咱拄着苦难，咱搁一摆超找上帝。上帝若无疼咱，这是一个比喻吼。上帝无一定会互咱感觉真艰苦，咱就感觉生活拢真好，我无需要上帝。以色列人因伫艰苦的中间，因想到有一个上帝，然后这个上帝是上帝使者吼，去甲因讲的吼，有一个上帝。好，咱搁来看《申命记》28章第1节到14节，这段咧讲到以色列人，恁若是尊重上帝诫命。恁就会得到上帝祝福。这个祝福咧是啥物款的祝福？毋若是只有你的庄稼、你的囡仔，你所有一切拢得到丰盛。然后遐个对敌安怎？要互恁拍败，互因一路来甲你攻击。总是因要伫你的面前对7条路来逃走。但是恁若是无遵坦上帝的话，以色列人做啥物？圣经讲因。总是无肯听上帝的话，因为拄则讲到21章25节讲，迄个时阵以色列人无往，逐个人拢照家己看做对的去做，因无听上帝的话，因无爱听上帝的话，所以无爱听上帝的话。伫申命记28章15节到60节，即个真长的中间，
上帝讲啥物，恁若是无听我的话，吼，恁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吼，恁会真艰苦。然后讲对你的面前，吼，恁会对你的面前抬输，然后对一条路出去攻击因的时阵，恁会对这条路来逃走，吼，恁会对这条路来逃走，会倒饼，这是一个倒饼。然后伫中昼的时阵，吼，恁会亲像失眠的人，伫黑暗中懵来懵去，吼，恁做的事拢袂行通，常常受到压迫，吼，这是毋是就亲像鸡蛋秘伫倒位，酒库内面咧拍卖？无法度，吼，无法度伫即个日光的下面做代志，爱密起来。然后安怎？恁的牛伫恁的面前会互人杀死，恁无法度食着遮的肉，吼。然后恁的劳苦，吼，恁啥物拢无，会受到人的欺负。事记着真清楚来发生。一世人无尊叹上帝的时阵，就发生即款的代志。所以，为什么上帝不断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不断提醒一世人，讲恁爱过一改，恁爱定是讲恁爱悔改来安怎？来我靠我，来信靠我。上帝无去杀一世人，随便因时常安尼做歹，而且毋是人看做歹，是上帝看做歹。因为人的价值观会造成咱对一个代志的好甲歹的即个咱讲结果，总是上帝好甲歹，甲咱人差足济。因为咱就是照家己的意思。上帝歹，咱若是知影，咱就莫去做；上帝好，上帝教示，上帝诫命，咱就倚靠耶稣基督去做。人无法度靠家己去行遮个代志，所以当一世人咧呼叫的时阵，上帝去基甸，去找基甸，去呼召基甸。基甸问啥物代志？基甸问讲：上帝若甲阮同在，为啥物会发生即款的代志？啥物代志？就是缅甸人来甲阮攻击。拄则咱对《申命记》就知影讲，为啥物缅甸人边仔的部族会攻击以色列人？因为因无尊叹上帝话，伫上帝因带因入去的迦南地来敬拜上帝。故事到后面，咱看见当上帝的使者咧呼召即个基甸的时阵，基甸讲无法度啊，吼，我毋是大勇士吼。恁若是有圣经，你会当看圣经吼。伊讲我无法度吼，我遮尔微细，我伫我的即个咱讲即个支派中间，我是一个真微细的人吼，我啥物拢无法度啦吼。我实在是吼无啥气力，吼，总是咧，即个上帝差遣的使者吼，安怎甲你讲？就是讲，吼，14讲，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缅甸人的手，我现在就差派你去，就是你啦，吼。基甸伊在问讲，为虾米咱拄着即款的代志的时阵，伊期待有一个亲像摩西同款的勇士来带领因离开缅甸人的手。总是上帝讲虾米，毋是别人，就是你；毋是别人，就是你。吼，咱的一生的中间，可能有人真短，有人真长。上帝敢会互你一世人拢有同款的呼召？有，咱拢有同款的呼召是啥物？亲像拄则咱的信歌队唱迄首歌，我要食做一个传福音、为着主做见证的人。这是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的时阵，这是啥物？大使命，互每一个信耶稣、跟对耶稣的人一个大使命，就是咱要去食做一个为着主做见证的人。咱拢有同款的呼召，就是即个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来传福音。总是伫无同款的时刻、无同款的工作的中间，上帝互咱的呼召其实是会改变的。这段时间可能上帝呼召你爱食做助理二老师，
可能10顿了后，上帝呼召你要食做妇女团契的同工，拢有可能。但是咱是毋是愿意接受上帝呼召？吼，有当时咱可能是倒饼啦，吼，上帝无呼召你做这个代志，但是你就想，哦，选我，吼，选我了后咧，其实咱拢无准备好，我会记得当我要读神学院进前吼，我只有一个真清楚的念头，就是我要服侍上帝。其实我嘛无啥物印证，我嘛无亲像基甸同款，向上帝祈祷3届，望上帝予我一个真清楚的这个印证吼。无，迄个时阵亲像足有信心的吼，无去求这个印证。总是当阮要离开草有教会的时阵，吼，要敲找教会祈祷的时阵我就真无信心嘛。我这嘛问一下吼，迄嘛求上帝，予我一个真清楚的吼。拄着这个代志，上帝敢是安尼？吼，还是讲上帝无你予我一个，予我看到，我知影讲，迄真正是你咧引传。迄个时阵，我咧准备今仔日讲道片的时候，我就回想到迄个时阵，阮要离开草有教会的时阵，阮知影阮要离开啊，吼，总是要去倒位求上帝引传。吼，然后这中间有这个教会开始接触的时阵，就开始祈祷，愈祈祷愈惊吓啦，吼，越祷告越害怕，吼，这真正是真奇怪吼。感觉讲敢是安尼，也是毋是？吼，上尾一个祈祷就是上帝，你若是今仔日，予我的囡仔有人照顾，吼，我就知影，这就是你要引带阮去的所在。是毋是足无信心的？真正足无信心。我做这个比对了后，我发现讲，当上帝呼召我要交做一个传道吼一个牧师的时阵，伫教会服侍人的时阵，迄个时阵，亲像是真戆胆，知影这就是上帝呼召。我无求讲上帝，你予我看到星安怎，嘛无求上帝讲你予我听到鸟安怎，拢无，嘛无亲像基甸安尼做。我想迄真正是上帝甲我同在迄款的信心，毋是阮家己求的。总是咱会当去想，当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伫敲找代志的中间，咱是毋是愿意伫听候的中间倚靠上帝？有一个姊妹，伊的孙仔过身，所以伊真艰苦，到今年可能是第4年啊吼。伊的艰苦，互伊想要去跋杯啊。伊讲无事，咱信耶稣吼，上无好的一个所在就是无法度问代志，无法度去问啦。总是遐个民间宗教的会当问神明。神明就透过跋杯，互伊知影讲即马安怎吼。总是讲，我知影啦吼，我袂使去跋杯啦吼。总是我真正想要知影，我的孙仔即马到底伫倒位啦？若是你要安怎甲伊回答？还是你嘛有想过即款的代志？我的亲人即马到底伫倒位？过身的亲人因即马到底伫倒位？哇，好难啊！哦，3秒之内要回答，因为伫会友的厝吼，袂使凊彩，毋是讲伫我的厝就会当凊彩。哇，我咧想这个代志，我想讲，哇，太难了，因为伫我的生命内面，我无想过这个代志。因为我自细汉听我的爸爸讲，然后我服侍的时阵，我嘛安尼深深相信。咱人的性命在伫上帝，上帝想使一口气，互我食做一个活人。总是当我要离开的时阵，嘛是上帝摕转去。所以迄个时阵，我甲伊回答讲，我无法度甲你讲，你的孙仔伫倒位。总是我真清楚知影，就是性命对上帝来，转去的时阵。也是上帝摕转去，咱生命的主权拢在伫上帝，所以伊伫倒位，你毋免烦恼，你爱知影一件代志，
就是上帝有缘掌管你的孙仔的性命。所以讲，因即马无甲阮做伙，咱会安尼相信。所以伫咱的信仰时常讲到一个代志，咱是毋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咱看到基甸等于安尼恢复迄个呼召伊的使者的时阵，咱知影讲，伊真正足无信心。伊无信心到一个程度，就是伊讲我无法度啦吼，我真正是真迷失的吼。总是上帝有缘要紧选伊，所以几个事记咱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真有问题的人，总是上帝呼召伊。参孙嘛是共款吼，参孙伫咱的主流学的信息内面，伊嘛是一个大勇士啦吼，一个真勇敢的人。总是咱知影伊的生活足混乱的，上帝有缘紧选伊，上帝有缘紧选伊，上帝紧选超过咱的想象，咱学你去了解。总是咱只有一项代志爱做，就是相信上帝呼召甲引带。若是上帝现在呼召，甲你呼召，爱你伫教会服侍，还是爱你伫你的工作中间跟缀耶稣，咱爱求上帝，互阮倚靠伊，互上帝，互我有教业的信心。咱时常咧讲，咱爱排弃家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毋是你的苦难。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时常解说讲，世界就是我即马拄着的苦难。可能安尼解说嘛是会使，但是搁较深的解说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耶稣怎样伫这个世间生活，我就要安怎来生活。意思就是讲，咱的信仰甲这个世界价值观时常是有冲突的，是有张力的。当咱咧生活、咧工作的时阵，上帝爱咱诚做一个正直的人，上帝爱咱伫工作的中间诚做一个欢喜、疼人亲像家己的人。总是咱伫工作的时阵，有当时就是这个同事可能时常互人足讨厌的吼。迄个时阵你爱做的是啥物？甲其他的同事共款，讨厌迄个人，还是爱亲像耶稣共款，爱疼迄个人亲像家己。这就是甲世界价值观冲突的所在，这就是咱爱排起来的世界。所以世界毋若是只有你感觉讲迄是你的苦难尔，搁较重要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怎样面对这个世间错误的价值观，耶稣怎样用伊的性命来表现咱的信仰上水、上值得互上帝欢喜接纳迄款的性命。其实爱表现伫咱的性命，我知这真困难，这无简单，所以咱爱倚靠信心，求上帝帮助。咱所欠缺的是信心，所以伫马可福音第9章的时阵，会当讲主啊，我相信，总是我的信心真少、真微细，求你加添信心互阮。所以咱对基甸后来伊所做的代志。伊伫这个过程中间，伊起一个坛，要敬拜上帝，要试验讲上帝是毋是你真正来甲我呼召。所以上帝的使者就将遐个所有的，伊要献做祭物件，拢甲伊烧掉。所以基甸讲啥物？耶和华你是一个赦拢的上帝，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你互我伫你内面得到即款的见证。所以，当咱互上帝呼召的时阵，咱爱互咱的生活分别做成。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甲这个世间无共款，咱爱分别，咱爱分别伫这个世间，然后伫上帝内面。伫上帝内面，咱阁爱离弃这个世间。总是咱甲这个世间是无共款，咱爱分别做成。分别做成的时阵，咱爱倚靠上帝。咱求上帝帮助咱，所以当上帝呼召咱的时阵，咱爱互家己诚做一个清气圣洁的人。每一工读圣经，每一工祈祷。所以咱讲圣经毋是参考书啊。咱若是把圣经当作参考书吼，咱就会亲像民间宗教共款。今仔日拄着啥物代志，圣经显一个，好，就是安尼。也是讲这个圣经吼，特别是旧约吼。迄拢是以色列人较早的代志，甲我无关系啦吼。所以咱读新约就好，安尼嘛毋对啊吼。咱袂使只有将
咱袂使将旧约当作故事来读尔定，这中间有上帝话，规个旧约到新约，拢咧指到一个代志，就是咱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以咱若无了解旧约，咱无读旧约，咱哪有法度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旧约的每一个写伫圣经内面遐个人，你若是详细甲伊读，你就会发现讲人性真的很软弱。所以有人讲，我读新约就好，因为安尼吼，我只有知影耶稣拯救我。总是你敢知影你得罪上帝啥物？咱若是看旧约遐个人，咱就知影啊，我真正甲因共款，时常离开上帝，然后搁到上帝面前，上帝甲我拯救了后，一段时间我感觉真好、真平安，搁离开上帝。这就是咱的人的生活的写照。所以为什么咱需要每一天伫上帝面前，求上帝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上帝话诚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咱行伫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为着主做见证，排着这个世界，学习耶稣。最后，咱看这个基甸的故事上尾的所在。拄则咱一直咧讲一个代志，基甸伊是一个信心真微细的人。随望伊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亲像是回应上帝呼召。伊第一个祈祷就是若是这个献祭物件上帝你互我看见，我就相信这是你。过来咧，上帝。互伊亲像是有信心哦。上帝讲你爱分别做成，所以去拆毁伊爸爸约阿斯所起的迄个祭坛，然后伫这个过程中间，伊伫暗时的时阵在做，表示伊犹原无啥信心。总是上帝犹原诚做伊的帮衬。最后，伊搁一摆透过这个油猫啦，这个油猫的故事是一个真精彩的故事，为什么精彩咧？咱看见这个基甸，伊讲啥物？你若是有圣经，邀请你做伙来看。伊讲代志若是照你的应允，你真正要通过我来解救以色列，我会安怎？下几领油毛伫五谷场，然后这个油毛若是有漏水，涂骹拢干干，我就知这是你照你的应允，要用我来解救以色列。然后上帝就安尼食。第二个，伊讲上帝拜托莫生气安怎？因为我过来祈祷一摆若是这个油毛是干的涂骹拢澹澹我就知影真正是你甲我呼召啦所以现在咱知影讲这个油毛亲像是这个基甸伊真正需要上帝甲伊有一个回应。所以伫这个祈祷的中间。咱看这个祈祷的时阵，感觉这就是一个祈祷嘛。上帝，你就是就是要互咱知影讲上帝，你是毋是真正安尼甲我引带？总是伫祈祷的中间，搁一摆互咱透过这个油毛的祈祷，看见一个就是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当咱每一摆祈祷的时阵，这个代志有正无正，拢会当互咱看见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咱的上帝毋是提款机毋是 7-11就是我想要爱有啥物就有啥物，毋是。咱的上帝是照伊的好的意思，安怎来回应咱的祈祷，食还是无食，拢在伫上帝。伫祈祷的中间，咱应该是搁较深爱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是一个知影我一切需要的上帝。是一个知影我真软弱的上帝，是一个欢喜拯救我的上帝。所以最后，我要用诗篇诗篇12篇，要做这个讲道的结束。诗篇12篇就是今仔日咱咧读的迄个起引文，就是这是代表的金诗信靠的祈祷。这个诗篇12篇讲到一个代志，信靠上帝的人会得到啥物款上帝引带，然后离开上帝的人会安怎？总是最后，我的心满足，我的灵快乐，是因为安怎？
是因为上帝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今仔日基甸的生命内面，毋对，伊一开始无法度回应这个呼召。所以咱今仔日讲讲道听了，咱爱祈祷讲上帝，你呼召我爱做啥物？因为即马咱的教会吼，每一间教会差不多拢安尼，有真细汉的囡仔，嘛有青少年，嘛有中年，嘛有老大人。总是我一直想一个代志，毋管你伫啥物年岁，上帝拢有互你一个呼召。所以咱爱祈祷，吼，特别是咱伫年老的时阵，会想讲袂要紧啊，吼，反正我健康就好，健康应该毋是你的呼召。咱爱祈祷，上帝，你留我的性命到现在是为虾米？我会为你做虾米款的见证？你呼召我爱为你做虾米？所以这是咱逐工的祈祷。可能上帝爱你去陪伴你的厝边，甲你差不多年岁的人。可能上帝爱你将信仰水阁好的，甲你的孙仔来分享。咱的青少年，可能上帝呼召你伫学生学习的时代，伫学校爱做基督徒的见证。我讲有一个青少年，伊嘛是牧师的囝。有一摆去抬杠的时阵，伊就讲就开始数落老师啊，然后用很不好听的话数落老师。迄个时阵我听到的时阵我淡薄仔感觉真难过因为我感觉讲，咱信耶稣应该是爱有好的见证。毋管今仔日你是伫啥物款的年岁，其实咱讲话就代表你所信的是啥物。咱若是信的上帝，是一个充满疼的上帝，是一个愿意接纳迄个人的软弱的上帝。其实咱伫讲话的时阵，咱袂讲遮尔歹听的话，咱甚至是啥物话拢无要讲，然后转到厝为着伊来祈祷。所以求上帝怜悯帮助咱最后用十两篇，咱做伙来读，加做咱的祈祷。请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底白生命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固守我应得的婚约。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每时我的心指点我，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府，嘛袂互你忠信的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即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43首，按照信靠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即请坐，即是请准备心来奉献。
安礼，咱请宋牧师。咱三甲做伙来唱这首《耶稣听你》，来互相请安。所听你，今仔日是药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咱真感谢宋牧师来遮正道，来为着药山新人院这个地动了后重建咱三甲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多谢宋牧师。咱今仔日生日的兄弟，敢有人伫中间？无。请安鲁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做伙看周报。顶洲聚会主日礼拜出席58人。现金5120块，祈祷会出席9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因为曾牧师去韩国参访的关系，所以咱拜3甲拜6的祈祷会甲查经班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是妇女的主日，需要咱请尤丽芬姊妹，也是请。谢丽云姊妹、苏琴请陈美秀执事、苏贤甲招台请林丽美甲张真燕姊妹、爱餐请尤丽芬姊妹。新眼科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领收。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玉山神学院主日，感谢咱大密纪念教会宋志贤牧师前来请安甲正道。请大家关心玉山神学院地动了后的重建、奉献甲代祷。第二，5月初4到初9，牧师访问韩国姊妹教会，周间的祈祷会甲查经班暂停。第三，下主日是妇女主日，请妇女有备心。第四，请为着生日的人。洪嘉伦、陈秀慧、陈守迪、庄介伟，为着以上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请5过界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着信心欠安的庄严、江达、庄仁聚、黄宏仁、丹守，以及为着咱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着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来代祷，升学的代祷，升国中的有钟善志、李佩琴，升高中的有沈其轩、陈佑新、萧以恩，升大学的有沈千义、萧乔恩、萧维忠，请为着以上的青少年来代祷。第三，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为着姊妹教会。富林教会、教会甲德克达教会来代祷。以上。
这是咱来吟上英圣诗509首。吟诗煞，请宋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这个闭会。